以下落嚟咧，我就會介紹我哋學校嘅主題句子活動冊。好啦，望下咧，我哋會配合用呢個點讀筆嘅，我哋會可以喺度開關掣度撳着佢先。咁係啦，咁我哋跟住咧對應其中一本嘅活動冊啦，去呢個嘅 logo。Go。係啦，咁我哋就可以點讀佢上面嘅字啦。呢度咧就會係幼兒班嘅主題句子活動冊嚟嘅，聽下咯噃。課室裏有老師。係啦，佢會咧讀翻裏邊嘅文字俾我哋聽嘅。好啦，呢個符號咧就代表聲量喎，可以撳呢個就係細聲嘅，而呢個符號咧就係令到佢個聲量可以加大聲啲嘅喎。呢個紅色點係錄音掣。Recording begins。聽到 B 一聲就可以開始錄啦，就好似講課室裏有老師。點呢個綠色三角形係播放。課室裏有老師。咁樣咧，佢就會重複翻你頭先錄嘅説話啦。呢度咧就係低班主題句子活動冊。好，一樣啦，對應翻嗰個每本嘅活動冊嘅 logo 啦。Go。咁樣咧可以揭開佢啦。咁樣咧低班咧佢個有個特色咧就會係圖配字嘅喎。好，例如呢個暢遊室。咁你要喺後邊呢幅圖咧揾翻正確暢遊室嘅位置，係咪呢張啊？定話後邊咧？咁可以你自己同小朋友一齊去玩下啦。而呢度咧就係高班嘅主題句子活動冊。好啦，一樣啦，對應翻每本嘅 logo。Go。咁樣咧，高班咧句子咧就會比較長啲嘅，可能會加埋個原因啦，一樣咧可以點讀嚟聽嘅噃。我很開心，因為有新的玩具。可能可以有唔同嘅原因嘅噃。因為可以開派對。咁樣咧都歡迎各位家長同小朋友去借閱嘅。咁另外啦，如果你屋企咧係有點讀筆咧，咁你可以運用你自己屋企嘅點讀筆去同小朋友一齊玩，一齊去學習就可以㗎啦。